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日咧就想講下呢位歌手啊，佢係喺中年好聲音3咧係冇入到決賽嘅，但係咧佢就喺中四決賽嗰晚咧就做咗暖場嘉賓。佢一身嘅淺藍色戰衣咧，右手邊嘅衫領啊，仲有一隻好靚嘅蝴蝶做襯托嘅。見佢唱歌嘅時候咧，見到佢嗰啲頭腔啊、胸腔啊嗰啲共鳴位咧，係做得好超卓嘅。而呢位歌手咧就係黃鄭俊仁啦。佢唱嗰首《同花順》咧，令到我回想咗好多嘢。講之前，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先，咁啊繼續又同大家又跟進下。阿黃鄭俊仁咧，佢係從參賽者咧到呢個暖場嘉賓嘅身份蛻變啊！佢係由海豚王子啦之稱嘅黃鄭俊仁啦，當晚咧就喺8月23日啦，就登峰之戰啦，嗰日就係喺啟德體藝館嗰度舉行啦。喺決賽嗰晚咧，黃鄭俊仁咧就以呢個暖場嘉賓身份啦，唱一首《同花順》啊。其實呢個身份嘅轉變咧，本身已經係充滿呢個故事性啊。記得喺中年好聲音3嘅時候咧，佢係參賽者啦。2年之後，咁啊重返同一個體藝館啦。呢一屆嘅暖場嘉賓咧，佢係從比賽者咧到表演者咧，呢個蛻變咧，正正就係中年好聲音最動人嘅傳承故事嚟嘅。而《同花順》呢首歌咧，對黃鄭俊仁嚟講咧，並唔係話偶然之選嘅，因為呢一首歌咧，正正就係佢中年好聲音3即係萬選嘅時候嘅參賽歌曲嚟嘅。當時咧，佢係憑呢一首歌，即係啲評審啊，覺得佢哇好正喎，係成為第一位5燈歌手啊，直入嘅。所以話咧，《同花順》呢首歌咧，對黃鄭俊仁嚟講咧，喺音樂路上咧係有一個好關鍵嘅轉捩點嘅。咁首先咧，呢一場咧係非常之精心設計嘅回憶殺。點解呢？因為黃鄭俊仁咧揀呢首《同花順》作為一個暖場嘅曲目啦，其實唔係話隨意之舉嘅。因為點解呢？呢一首歌中年好聲音3嘅時候咧，係一個最高光嘅時刻嚟嘅，5燈滿分。對於現場觀眾啊，尤其係平時追開你即係中年好聲音嘅呢忠實 fans 嚟講咧，聽到呢一首歌嘅前奏咧，你就會勾起咗哇！即係嗰季嘅美好嘅回憶啦。第二就係話呢首歌嗰個難度啊係極高啊，有啲評審啊，周國峰都話：哇，呢首歌咧係超級難啊！除咗係技術上啦，同埋控制呢首歌嘅上面啦，同埋最重要係感情，即係發揮到出嚟啦。而出咗名啊，要求好高嗰個伍仲衡啦，當時都仲喺度啊，仲大讚話：哇 ，You don't show off， 即係出自佢口啊！你好自然咧，咁將情感咁流露咗出嚟啊！你喺第一段咧，已經係將我攝咗入去啊，同埋咧，你嘅中低音係非常之好聽啊！即係當時啊，伍仲衡係咁講啊。第三咧就係話，阿黃鄭俊仁咧喺2026年3月嘅時候咧，係重新推出佢自己嗰個版本喎，即係《同花順》啦，重新錄製啦。製作咧係全面升級嘅。揾咗音樂人啊，張家誠擔任監製啦。當時係有另外一個監製咧，就係Alan 張啦，同埋編曲咧就 Danny 張啦、Lillian Lie 啦，同埋 Alan 張同埋張家誠都係做編曲嘅。定採取咧重新嘅即係管弦樂啊、演奏啊，重新編製嘅。所以話今次嘅暖場演出啦，唔單止係重唱參賽歌啦，仲係演繹自己嘅作品。而值得一提咧，呢首歌咧喺5個月之內咧，喺 YouTube 嗰個 channel 嗰度咧，係見到佢已經係有110萬 view 嘅。以一個歌手嚟講啊，有呢啲咁嘅鼓勵咧，係非常之振奮嘅。而論唱功表現方面咧，佢嘅穩定性咧係一個最佳嘅示範嚟嘅。根據現場嗰啲評論啦，有啲網民講翻啦，阿黃鄭俊仁今次嘅暖場演出咧係一個極高評價嘅評論啦。當時我都喺 YouTube 度聽翻，哇，真係哇嗰啲頭腔共鳴啊，啲胸腔共鳴，哇，走嚟走去真係
我係目不暇給噶。亦有啲評論咧讚佢話歌藝超群啊，一向都保持水準啊，現場唱啊都十分之穩定啊，又唔會失準啊。啲 fans 咧都留言大讚啊，話哇真係 amazing performance 啊！更有觀眾形容《同花順》呢首歌咧真係超好聽啊，令人百聽啊、千聽啊、萬聽啊都唔會聽厭噶喎。其實呢一種穩定性咧，其實係得來不易啊。因為當年咧，即係2009年嗰陣時咧，阿黃鄭俊仁咧就患上咗罕見嘅下顎關節硬化症，佢係痛到咧係無法張口啊，即係非常之辛苦啦。佢係揾咗好多個西醫啊，揾個病因出嚟啊，最後咧就靠中醫啊針灸，慢慢調理，慢慢康復啦。當時幾乎係開唔到口唱歌嘅，到今日啦，喺呢個萬人場館演出咧，係呢份堅持咧，其實係值得致敬嘅。而今次嘅演出咧，直頭係做到暖場嘅效果啊，成功係炒熱咗全場嘅氣氛嘅。其實作為佢係暖場嘉賓啦，最核心嘅任務咧就係炒熱成個場嘅氣氛啦。當時嗰啲暖場嘉賓都有其他師兄弟啦，又有黃鄭俊仁啦，佢自己啦，劉洋啦，同埋中四嘅歌手啦，即係周志康啊、陳玉培啊、鄭仲豪啊，都帶嚟好多金曲啊，炒熱呢個全場氣氛啦。有啲觀眾都講咧話，哇！呢個體藝館咁大嘅舞台咧，各人咧都有可能喺啲失誤嘅場面都會有出現噶嘛。但係一個咁大嘅舞台，大家咧已經唔係話在乎名次啊，而盡情去唱啊。現場嘅氣氛咧，其實係非常之熱烈嘅喎。黃鄭俊仁嘅演出咧，正咧就係為隨後緊張嘅決賽啊，即係完成咗完美嘅鋪墊啦。而另一點咧，我哋又值得留意下，直頭係有大師兄嘅風範啦。因為咧，黃鄭俊仁今次咧台上表演出色啦，賽後咧亦都展示咗佢大師兄嗰個風範。因為當時咧中年好聲音4嗰個參賽者游淑晴啊，喺個關鍵情況嘅時候咧就失咗準啦，即係個耳機冇帶啦。其實都我相信幕後都有啲關係啊，應該同佢配置嗰個問題都有啲關係啊。黃鄭俊仁咧，佢隨即咧都喺社交媒體嘅平台都發布啦，話寫個長文鼓勵翻對方啊，話呢一課咧雖然係有啲痛，但係迎來未來咧係會有更好嘅自己喎。呢一種咧對後輩嘅支持同埋鼓勵咧，正咧就體現咗佢之前係參賽者啦，脫變咗為前輩嗰種成熟嘅心態喎。又睇翻下過往黃鄭俊仁嘅表現啦，咁又分析下。其實當時咧中年好聲音3嘅時候咧，佢5燈滿分，經驗咁開局啦。喺呢個歷程當中咧，其實都可以話有高有低啊，充滿咗戲劇性啊。因為咧喺2024年9月嘅時候咧，即係決戰新馬即係首集播出啦，黃鄭俊仁咧就以同花順出戰啦。當時咧係一個完美駕馭假音互換啦，係獲到5位評審一致認同啊，成為咗一位5燈嘅歌手啊！呢個5燈咧嘅意義係在於當時啲評審咧，哇手頭都好緊噶。呢一集咧只有產生1位5燈選手啊，就係黃鄭俊仁嘅表現啦，即係可以話係一鳴驚人啊！但係喺中途嘅比賽嘅時候咧，有啲人話佢喂，你跌咗鑊嘅批評啦，但係咧。當然啦，比賽之路咧，永遠都唔會話一氣呵成嘅。喺大灣區即係新馬 PK 賽嘅時候咧，黃鄭俊仁咧就唱嗰首《明日話今天》啊。啲評審啊話佢喂，你跌晒鑊啊，仲有啲評審啊仲狠批佢話喂，你個表現咧好似過於即係表現自己嘅技巧啊，我唔覺得你喺度唱緊隻歌咁樣咯。伍仲衡咧亦直指佢啊，喂，你揀錯歌喎。佢就話咧，一個好嘅製作咧就係會教你點樣唱好呢一首歌啦。但係你頭先咧就太過 hyper，即係可能個意思就係話你太過誇張嘅意思咁樣啦。首歌唔係話咁上山下海咁樣。結果咧，黃鄭俊仁咧就以74分。PK 就輸咗俾78分另外一個歌手啊，就跌入咗呢個待定區啦。
呢一次嘅經歷咧，係暴露咗佢可能係過度賣弄嗰個技巧啦，忽略咗歌曲嘅情感嘅表達嘅問題啦。其次咧，可能係另一次對戰當中啦，阿布志綸都話又點評佢，又話啊，你個又欠缺感情啊，情感係好緊要啊，齋唱歌曲咧個技巧咧好似機器咁樣啦。呢一種咧技巧有如情感不足嘅評論啦，就話佢喺比賽當中咧，即係中期嘅時候，好多都話標籤佢係咁樣咯。之後咧，佢就去到8強就止步咗啦。當時咧係88分的遺憾啊。咁啊，當時咧係中年好聲音3 8強戰啦。阿黃鄭俊仁咧就唱嗰首《I Will Always Love You》啊。雖然佢嘅唱歌技巧咧係肯定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啲評審咧又會話佢啊，你情感不足啊。當時係88分啦，連同之前累積嘅分數咧，咁啊黃鄭俊仁當時咧就第8名，咁啊遺憾終止咗啦。不過咧，黃鄭俊仁嗰個態度咧都令人敬佩嘅喎。佢形容自己咧係光榮畢業啊！定立志咧，我會繼續努力啦，越唱越強啊！向大家證明咧，黃鄭俊仁係非常非常之會唱歌嘅。呢一份宣言咧，而家睇翻啦嚇，佢確實係做到啊！因為咧，佢係從88分暖場啊，一年間咧就華麗脫變啊！因為咧，佢係將中3 8強嘅88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對比今次中4嘅決賽暖場同花順啊！我哋可以睇到幾個重要嘅關鍵嘅轉變啊！咁首先心態上啦，之前咧係背負淘汰壓力嘅參賽者，今次咧就係純粹享受舞台嘅表演者，冇咗嗰個評分嘅壓力啦，佢更加係可以釋放嗰個情感啊，同埋穩定上咧，從批評佢跌 walk 啊，唔穩定啊，到今次讚佢，哇！現場係唱到十分之穩定啊，唔失準啊！呢一年嘅歷練啦，令到佢自己喺現場嘅功力咧係大大咁提升啊，同埋身份上咧係從8強止步嘅參賽者，去到獲邀翻呢個現場啊，係一個暖場嘅師兄啦。呢一個轉變咧係對佢嘅實力係最佳嘅肯定咯。亦有啲評論咧就話啊，其實名次都唔係話太緊要嘅，睇翻實力之後咧嘅努力啦，同埋發展咧先係最重要咯。黃鄭俊仁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啊！喺黃鄭俊仁嘅故事裏邊咧，並唔係話啊因為中3 8強止步而結束嘅。睇翻佢賽後嘅發展啦，同埋比賽到舞台啊，相反咧佢係有一個佢自己嘅音樂旅程嘅新起點嘅。佢仲先後推出咗首單曲啦，《我就是舞台》啦，同埋全新嘅版本《同花順》啦。後者嗰首歌咧，更加邀請到音樂人張家誠擔任呢個監製嘅，更加喺2026年6月28日嘅時候咧，就舉辦呢個個人演唱會啦，仲係黃埔舉行首個個人音樂會啊，係 West and Friends Music Live， 係有2場嘅，當時係盡顯咗靚聲王嗰種歌藝嘅表演啦，同埋商演都不斷喎，從比賽到依家咧，佢嗰個邀請啊係從未間斷過噶。嚟緊嘅9月27日，即係2026年啦，更加以呢個客席歌手身份啊，踏上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嘅舞台啦。所以可以話咧，黃鄭俊仁咧係用咗1年嘅時間啊，證明咗比賽嘅名次咧，從來就唔係終點噶，實力同堅持咧先至係最關鍵嗰個因素啦。好啦，到最後又嚟個總結啦。其實綜合以上嘅分析咧，阿黃鄭俊仁咧喺中4嗰個登峰之戰暖場嘅時候唱嗰首《同花順》嘅表現咧，其實可以歸納翻幾點嘅。第一就係話啊，佢選曲精準啦，《同花順》咧係佢5燈嘅成名作啦，對觀眾咧其實係有強烈嘅情感嘅連結啦，係成功勾起咗集體嘅回憶嘅。第二就係話啊，佢唱功穩定啦，之前係批評佢跌晒鑊啊，今次咧就讚佢話啊，現場十分之穩定啊，佢係用1年時間咧係證明咗自己嗰個現場嘅實力啊。第三就係話啊，嗰個暖場成功啊，成功炒熱咗現場嘅氣氛啦，
為決賽咧係完成咗完美嘅鋪墊啦。同埋第四啦，身份嘅蛻變啦，係由中三8強止步嘅參賽者，到今次中四啦，做一個暖場嘅嘉賓啦，再到推出個人單曲啦，舉辦個人演唱會嘅全職歌手啊。黃鄭俊仁嘅故事咧，正正就係中年好聲音比賽完結夢想嘅開始咧。呢個直頭係最佳嘅示範啦。正如有啲評論所講啦，喺呢個爭鋒之夜咧，阿黃鄭俊仁咧就喺啟德場館度做暖場演出啦。其實實力咧係有目共睹嘅，由5登啦到8強啦，由8強啦到呢個暖場嘉賓啦，由暖場嘉賓啊到開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啦。黃鄭俊仁嘅音樂之路咧，仲喺度繼續向前伸延緊嘅。咁我哋又繼續探索下佢個未來之路係點樣啦。好咧，今次又同大家分析咗呢位歌手啦，下一次又同大家講下其他歌手啦。好，係咁先，下次再講過，拜拜。